再来看高雄的马头山自然生态多元丰富，正正就捌因为掩埋场的开发案引起争议。最近却又搁出一个光电开发的计划，搁再引起抗争。市府是表示，若业者无得到在地同意，就不准开发。反对毁山灭林，纵光电。 超过50个乡亲伫山路顶原有布条啊，表达无愿意开发的心声。嘛，伫2018年成功将高雄马头山设工业粪扫场动落来居民，经过5冬月，23再次出动，为的是反对业者的马头山信定1号供电厂开发案。14笔土地11笔是在活动断层地质敏感带，然后又是在山本与地华地质敏感区。 环团强调，55公顷的工地约定地差不多拢伫活动断层顶悬，部分阁是山邦地质敏感区，并无适合开发。经发局4月底捌讲已经退回案件，但居民却收到消息，业者30阁要开说明会。我非常放心，但是这次我又失望了一下。 国土绿网也把它变成是一个保育的轴带，也有一些指定的保育物种。那光电厂来了，为什么还可以可以去忽略掉这些已经公开的资讯呢？高雄马头山有丰富的生态甲地貌，当地居民甲环团拢希望会使推动杀做国家自然公园，呼吁市府卖予业者入来开发。依法严格把关，是否要求业者应充分揭露资讯与相关规划？ 并持续与周边民众完整沟通，召开说明会。强调同款重视生态，经发局答应，若业者甲当地居民协调了后，居民也是无认同开发，被合法主管机关同意函。记者陈环宇、柯正俊高雄报道。